各位兄弟平安，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保养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向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请三个来吟诗学乐上帝，信诗第527首，咱拢诚做一家人，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Oh
济。请阮同心阿道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全人类的主宰、大权能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搁一摆赐一阮向你敬拜。阮献上学乐甲感谢，因为阮伫地面上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主白白领受，这是好顶大的恩典甲福分。阮愿一世人拢跟对主，照主的教示去行，求信神即时阵伫阮中间，帮助阮了解你的启示，享受你的慈爱。主啊，感谢你带领保守阮一礼拜会当平安度过。虽然阮受拣选、受洗礼，规日主的家庭，行做主的囝儿。虽然阮信，却无够坚定。无好诶所行，嘛无教养诶听心，反倒是上陷落罪恶诶引诱。主啊，阮要向你来认罪悔改，透过主耶稣诶保护，求你赦免阮一切罪过，清洁阮诶心灵，叫阮脱离黑暗，互阮会当重新行伫主恁爱阮所行诶道路。帮助阮过圣洁生活。今年全世界渐渐脱离疫情的阴影，人民恢复旅游活动，煞只暑假期间就要来到，真侪兄弟有旅行的计划，伫教会也要举办真侪活动。主啊，求你看顾这种兄弟同工。伫暑假的期间，出日日，拢时常有你的平安为累。伫今年毕业的学生，无论是准备进入新的学校，也是要找新的头路，求主拍开因的目睭，因显明你的旨意，带领因头前的道路。阮要用欢喜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的恩典。阮中间的兄弟姊妹，身体欠慢、心内忧伤，也是拄着困难的，求主怜悯医治，互因充满主的安慰，为主领受教养的信心甲气力，为因开路，脱离忧伤的困境。毋望今日的礼拜有你来带领，阮会当通过牧师的讲道来了解圣经的道理。阮将今日的聚会交托伫你的手中，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再来交读加英文第59篇，我来客兄弟来译。你若用喙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神，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人传，哪会听着？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骹脚遐尼啊水。以赛亚讲：主啊，啥物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兼真正拢毋捌听着。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
请三个来恭守上帝的话。今日的圣经伫马太福音第9章第35节到第10章第1节。耶稣行透周围所有的城市甲庄舍，伫因的会堂教示人，传天国的福音，医好逐款的症头甲病痛。伊看到遐大阵的人，就可怜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困苦，无人照顾。耶稣就对伊的门徒讲：通想神的真多，做工的人真少，所以恁着祈求管伤城的主，派工人去修神。耶稣调集伊12个门徒来，互因有权柄，通管写信，医治逐款的症头甲病痛。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的人。即是要请圣歌队来阿罗上帝，所以因的诗歌是传给未听闻的。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叫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车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业愿意水。
这是要请林金发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宣教甲工人，宣教与工人。各位兄弟平安。今日这欢喜伫上帝殿内底，咱做阵撒家，伫遮用敬拜、用诗歌、用上帝话，咱共齐伫遮来经历上帝作为吼。我是外省第二代吼，讲台语吼，对我来讲哦是遮大的挑战。但是呢，我勇于挑战，所以我甲王牧师讲，我来讲台语，阮太太哦，陈牧师来讲华语的。阮交换者，本来是讲我来去讲华语，阮太太讲台语。但是呢，我相信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阿门嘛。感谢主哦，所以咱今日透早伫咧遮用上帝话来讲节来学习还未开始伫讲道进前我来感谢教会。今日我看到教会周报有写着是但以理的主日所以感谢咱教会公园长老教会接纳但以理含伊伫遮有即款的学习的机会嘛伫遮甲各位兄弟有伫咧圣经真理内底的分享所以今日台语讲了无连顿的时阵也请大家多多包涵。但是我相信，在神的恩典里面，无论什么样的语言，我们都可以来经历上帝的大能。阿门嘛！所以咱做阵来祈祷。亲爱的父，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在你自己的圣所来敬拜你，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灵来打开，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你的真理。让我们在真理当中活出神要我们所行的，把我们以下的时间都全然的交托仰望。愿主的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也愿孩子在台上所分享的，弟兄姊妹在台下所听的，我们同感一灵，把我们以下的时间都交托仰望。祷告奉靠基督的名，阿们。好，对不起，要放我的 PowerPoint。请放到我的档案里面。对，这个好。我尝试用台语来讲到呢，所以呢，我就找了不同的台语版本所以跟刚才咱伫读的台语圣经无啥共款，但是呢，拢是台语的圣经所以我试看卖所以耶稣遍行迄个城、迄个乡舍，伫伊的会堂教世人传天国的福音，医好但有的症头，但有的病痛。伊看到迄个证人，就可怜伊，因为因困苦四散，亲像羊牧者。对安尼，就甲伊的学生讲，通收成的是多，做工食是少，所以咱就求王子别工去甲伊收成。第十章第1节，耶稣就叫伊的12个学生来，互伊有这写信的权来赶逐因，属医好但样的症头，但样的病痛。各位兄弟，读了有标准无？有无？所以我去摕汉字的台语汉字版啦对阮这外省的较合适较紧实所以不管什么样的语言，我相信神也拯救语言，不是嘛？神也拯救文字，所以神一切他都要拯救。所以咱拄则伫咧看这则圣经内底呢，咱小等才来看。咱来看即摆的教会拢伫咧找找安怎互教会会当成长。教会成长呢，咱讲有3个规律。第一个规律呢，就是创造教会吸引力。所以咱教会全球的教会、全地教会呢，拢伫咧安怎甲人带到教会内底来。所以教会的门开，头前门拍开，所以用遮济时间，就是要互人能够进入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教会办了很多的事工
就吸引人来到教会，但是人来的时阵呢，爱互人呢停留在教会里面，所以咱来创造教会附着力，所以人入到教会内底，咱教会门拍开啊，后壁门呢爱会记关起来，所以人入到教会内底，所以吸引伫教会内底，所以教会呢办了遮济成长的课程。嘛包含了咱今日伫遮主日的讲道嘛是共款，都是互人会当来听道理，互人会明白耶稣，明白这款这位的上帝。但是咱聚会是被办散会，毋是嘛？所以咱聚会可能我今日讲较济数啊，可能会超过伫2个小时内底。但是呢，咱检采两点钟久，可惜，咱嘛是爱为教会离开，毋是嘛？所以咱离开了后，是毋是会当引爆福音的爆炸力呢？所以咱聚会是举办散会，散会了后，咱会当带出那个福音的爆炸力量。所以耶稣是天国的第一个宣教士，所以伊的宣教的工厂。就是伫咧咱地上的国，所以咱伫咧地上的国，咱来看这个宣教士呢，伊伫地面上做什么款的宣教的代志，以至于咱即摆的教会嘛是伫甲耶稣共款，做耶稣所做的代志。所以咱来看卖耶稣伫伊地上所做的代志是做什么款的代志呢？咱拢是基督的门徒。所以，咱为耶稣的信仰来学习耶稣的普世宣教的做法。所以，咱拄则伫咧读的圣经节35节内底有讲，耶稣遍行迄个城，迄个乡舍，因为当时耶稣是用行的，所以行的范围呢，大部分都伫咧加利利迄个所在。所以，咱知影1903年呢，就是莱特两兄弟啊。伊发明飞机了后呢，人甲人的距离缩短啊，国甲国的距离嘛缩短啊。每一个人坐飞机出国的目的拢无共款，所以我会记得早期的时阵伫咧松山机场有遮济人呢，赶咧皮箱啦然后搭飞机出国伊去出国做啥物咧？做生意着，皮箱呢愈来愈大卡，所以即马人带皮箱出国，目的拢无共款。所以有人去探亲，有人呢去旅行，嘛有人去读册。所以每一个人坐飞机的目的拢无共款。但是咱来看，耶稣用行的，是毋是有目的呢？其实咱来看圣经内底，拄则马太所记载，耶稣用行的是有一个目的的，有3个目的。圣经内底安怎讲？所以，第一个目的呢，是伫伊的会堂内底呢，教示人。伫咧会堂内底教示人，咱嘛为耶稣的信仰学习，亲像咱教会成人的主日学，也是儿童的主日学，还有我们的主日讲道等等，拢是伫咧会堂内底，伫咧教上帝道理，互人明白上帝。那第二个呢，就是传天国的福音。对传天国的福音，所以天国的福音的内容到底是啥物呢？耶稣伫开始传道的时阵就已经宣告天国福音的内容。记载伫路加福音第4章第18节，内底有讲，上帝神临到我，因由我，互我传福音，互丧乡的人，伊有采我，互受凉的人讲，会得到透放；互青迷的讲，会得到光，来解放受压制的人，宣传主欢喜的年。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伫地上宣教、传道这3年半的时间，耶稣就是做这代志，这就是伊福音的内容，就是伊要做的代志。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不但只做了这2件事情，圣经内底嘛讲，伊第3项就是医好逐项的病头、
逐项的病痛，医好逐项的病头，逐项的病痛，就是咱讲的权能的服侍。所以咱今仔日嘛学习耶稣的款式，用权能服侍。伊和伊的学生嘛，伫咧耶稣的身上嘛学习这三项的代志。伫门徒因后来传道的服侍中，嘛有遮大的帮助。咱今仔日咱所有的教会嘛是伫咧做这三项代志。阿门嘛？倒三项代志呢？伫咧遐着，伫咧会堂教示人做啥物代志？宣传天国的福音，抑阁做啥物代志？医好逐样的症头，逐样的病症。耶稣所做的，咱嘛爱照伊的款式来做。但是咱看到第36节马太所记载，马太所记载说，伊看见迄个证人，伊看见迄个证人。咱看到耶稣大部分的时间是离开会堂，甲证人斗阵。马太才会记载着讲，伊看到迄个证人，因为当时的会堂就是咱即马改革中信仰内底讲的教会，所以会堂内底的人无济，犹太人的会堂到即马嘛是共款，只要有10个人，就会当成做聚会的场所。所以当时耶稣的犹太人的会堂人无济，只要1个人，其中一个是另外一个就是领会迄个人。但是人数并无济，所以马太才会记载讲，耶稣伊看到迄个证人，可见耶稣大部分的时间是离开教会，然后进入到人群当中。马太才会记载讲，伊看到迄个证人，伊看到迄个证人，耶稣做啥物咧？圣经内底讲，就可怜伊，就可怜伊。所以圣经有记载一个情节，有一个太高的来接近伊，跪落，甲伊讲：你若肯，就互我亲去。耶稣可怜伊，就伸手摸伊，甲伊讲：我肯，你通亲去。太高即时就为他的身上拄去，伊就亲去。所以以迄当阵的医疗资源来看，得到太高的迄个病人都亲像咱这2-3年来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共款，着病人是有隔开的，证人拢接惊，互伊什么围着，因此呢，伊的人际关系呢会介唔好。这款人需要互人接纳甲帮助，因为这款人会被细菌呢会传染，所以你若甲伊接触，就有机会得病。所以这款人需要人甲伊互动，伊阁要隔离到麻风村，所以伊的人际关系介唔好。但是耶稣看到伊的需要，耶稣可怜伊，伸手摸伊，就甲伊讲：我肯，你通亲去。耶稣嘛是人，毋是嘛？所以耶稣若去摸伊的时阵，耶稣可能嘛有机会得病，毋是嘛？但是耶稣知影伊心内的苦，伊无朋友，所以耶稣愿意成做伊的朋友，伸手去摸伊，然后讲接纳伊，然后耶稣用伊的权能讲：我吩咐你，并即时就从他身上离开。我肯，你通亲去。所以咱看到耶稣看到这个得太高的人心内的需要，所以耶稣医治伊的身躯的病之外，也医治心内的病。所以有咱看到耶稣看到迄个证人就怜悯伊。阁有一摆，耶稣带伊的学生去到一个城叫做拿因城，伫咧城门口拄到一个死翁的妇人人。耶稣也帮助伊，互伊的囝儿为死阁活起来，互伊的后世人生活有依靠。因为耶稣嘛看到伊的需要，因为迄当阵若成做寡妇，
你所有甲你翁做阵拍拼努力的所有的一切，拢爱圣经内底讲归回本家本族，意思就是讲靠人的目色过生活就对了。所以有一幅画，米勒的10岁，就是有一个妇女在那边祈祷的手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妇女在4个角落收取那个麦穗。他们故意留下来的，所以米勒这个画家呢，就从圣经里面的听到里面所感受到的，然后把它画成一个图像。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定做寡妇的时阵，所以你的后世人就是靠人的目色来过生活。但是今日厝内底若有囝儿心内一定有一个愿望是囝儿快快长大，我唔免靠别人，我会使靠囝来生活。可是咱看到耶稣拄到这个妇人人的时阵，因为这个妇人人的囝既然死了，所以耶稣看到伊的后世人的需要，所以耶稣吩咐迄个死人起来，个讲话，所以是活生生的一个活人，然后解决了这个寡妇的下半辈子生活的需要。所以耶稣看到迄个证人，就怜悯伊。阁有一摆耶稣嘛看到囡仔人的需要，所以有人带囡仔人来看耶稣所以请老师呢为因来祝福。但是耶稣的学生呢阻挡，无得甲惊吵的关系。耶稣知影了后讲，互囡仔嘛到我遮来因为耶稣看到囡仔人的需要所以耶稣看到侪人，看到证人，就可怜伊所以咱看到倒一款的人上有需要，就是生活内底上有动机的人所以什么时候就有动机？就是他最不能的时候，就是他最有动机的时候。所以咱为生活中去找，都会找到生活内底最有动机的人。所以耶稣常常是离开会堂，而且看到伊的需要，就怜悯伊。因为圣经内底安尼讲因困苦四散，因困苦四散。什么是困苦四散？就是无愿望、无喜乐、无生命方向，敢若亲像羊无牧者。羊需要一个牧者来引带，因为目睭无盖好，所以咱教会呢边仔拄有一个什么动物园，对吗？新竹动物园，我不晓得改建之后里面有没有羊啊，我还没进去看。我不晓得兄弟姊妹你有入去内底看无？内底有羊羊很多有人讲羊遮济安尼羊很多，但是你若去研究羊的特质的话，你会发觉那个羊眼睛不好，弱视，所以呢，伊的鼻孔特别敏锐，嗅觉特别好，所以羊都是闻味道的。羊都是闻味道，所以你们是羊吗？各位兄弟，你是羊无？咱拢是主的羊所以在你的身上，你能够让人家闻到那馨香之气嘛？所以羊伊的目睭无盖好，所以呢，伊若无细腻，就会落咧那个坑洞内底，所以需要一个牧者来帮助。所以羊唔知影倒位有水，倒位有草，所以只有谁知影牧者知影有水有草的所在。所以呢，牧人呢，牧者呢，就甲羊呢，早就赶出了羊圈，然后让他们去有水有草的地方，然后得着供应，然后生命呢更加的丰盛所以羊需要一个牧者来帮助，需要牧者来引带，所以咱有一个上大的牧者，就是咱的耶稣对嘛。但是咱的上帝嘛，就地面上
嘛兴起甘选伊家己的仆人跟使女，成为我们弟兄姊妹的牧者。所以感谢咱的教会，顶长伫顶头的时阵，应该是下骹了哈，华语是下面，台语是上面。所以在华语的时候，我太太就问大家说，黄牧师来你们教会多少年了？11年，有人比了11年，答对了 ，bingo， 对啊，所以感谢主，我们教会上帝甘选拣选这位牧者来牧养我们，阿们嘛。所以咱来对着牧者的脚步来行着，所以你们跟对人重不重要？所以黄牧师在这边11年，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行。然后让我们这些羊呢，出入有草吃，让人生命得到供应然后让我们这些羊呢，起个肥嘟嘟的肥肥壮壮的，有一个目的就是能够出去征战但是我嘛爱考试一下生羊的责任是伫个谁的身躯顶？唔是伫个牧者的身上，对吧？是伫生羊仔的责任是什么人的身上？伫羊的身上，对吧？就是你甲我的责任，就是你跟我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互咱会当靠主生羊仔更较济，阿们嘛。互咱的教会，无论是这是6楼、8楼，下面是7楼，所以我们6楼、7楼、8楼要坐满人，阿们嘛。不单单是7楼、8楼，我们每一个楼层都要有这样的信心呐，阿们嘛。所以这样的信心需要行动，对吗？所以那个行动在谁的身上？就是我们这些羊的身上，阿们嘛。所以咱做阵来兴旺主的福音，但是耶稣伫遮嘛对咱对每一个伊的门徒有提醒所以咱看到37节内底安尼讲，就对安尼就甲伊的学生讲，通想成的是多，做工的是少，所以咱就求恩主别工去甲伊修成。所以咱看到这几年来台湾的政府引进一寡外籍的劳工来维持台湾的基础建设。咱的基础建设若做了好的话咱的生活的品质就会改善。所以咱为着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所以咱不断引进一寡外籍的劳工来做基础的建设。所以阮兜是住伫台北所以我来到新竹可以选择很多条路径所以这都是这些劳工他们在打造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交通建设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品质、生活环境呢被改善了咱看到外籍的劳工伫咱台湾安尼努力拍拼咧做工，咱本籍的劳工呢？咱本籍的劳工我讲伊伫做一款运动啦，做什么款的运动呢？叫做阿妈棍运动，叫做脖子运动因为他们投入到股票的市场，所以拄着随着股票的起起落落呢，所以阿妈棍呢就上上下下看，像我一样看着荧幕这样，我也要看着我的notebook 所以这样上上下下在那边运动，所以比较没有心呢，在那边工作要需要引进一寡外籍的劳工呢，来做这些的基础建设。但是咱看咱的教会呢，所以咱台湾遮济教会因着基督徒的
拍拼，努力做工。咱台湾的基督徒信徒比例，为20-30年前的2%，直直到即马，咱卖管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冲击。所以在做教室报告的时阵，即马已经差不多伫个6%啊，6%。但是6%还阁有偌济人还未信主咧，还阁有94%的人。那94%的人伫倒位咧？咱小等下刷回了，离开咱教会的大门，你就会拄到94%的人。所以这个福音的工场遮大的，所以耶稣伫个2000几年前，就甲伊的学生安尼咧讲啊。所以求主来帮助咱，咱就所以耶稣才会讲。咱就求恩主别讲，甲伊去修城。所以我们福音的合场大不大？福音的合场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当你听完的时候，你听了耶稣对他的门徒的提醒，那你可以想到什么呢？所以咱来安怎来做工呢？首先。咱爱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有人对宣教有这样的负担，所以去五大洲、七大洋5大洲，但是呢，有一州袂记去，猜猜看哪一州？叫做四州位四州位。人，咱煞袂记伊的需要，对吧？咱煞袂记伊的需要，所以求主来帮助咱，咱用上帝目光去看因，看到因心内的需要，就怜悯伊。咱就为4周围开始来做工祈祷主，互咱有以利亚的心情甲才能以利亚的心情甲才能。咱行做头，伫主的面前，互做白心活转向伫囝，活转向伫个囝，所以活转向伫个囝，就是有一个爱家的行动。所以早期的时阵，咱台湾的政府伫咧推动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呢叫做“爸爸回家吃晚餐”。有听到这个运动过无？有听到岁数甲我差不多啦。少年的可能都毋捌听过这个运动所以呢，遮济爸爸听入去所以爸爸回去厝内底食暗顿，所以爸爸回去厝内底食暗顿，即马环境改变了，所以爸爸回来，妈妈伫咧厝内底煮饭，爸爸回来，但是即马呢，囝儿煞无伫咧厝的，对吧？所以，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咱是被上帝拣选差遣的人，所以咱爱为咱兜开始。所以每一个人，咱爱有爱家的行动，为咱厝内底开始来做起，咱关心咱的厝内底的人的需要。所以求上帝来帮助咱。咱是被办耶稣要过来的时阵爱做的代志，所以就爱为咱兜开始，所以咱为咱兜来开始，来备办心，等候耶稣基督国家来的时阵，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爱家的行动。除了爱家行动之外呢，咱还有什么款的行动？就要有一个归主的行动，和别的人趁义人的智慧，就是安怎来传福音。安怎来传福音？所以传福音是有方法的。传福音是有一种策略的。所以你若要了解的话呢，请欢迎你来报名单义理学院。阮伫个学院内底会教你安怎来传福音，安怎来关心人，用什么款的方式互人会当甲你来接触，以至于他愿意打开他的心来认识这位神。所以咱爱有一个归主的行动所以就是传福音的实际的做法所以第三个行动是什么呢？为着主
陪伴学用的百姓，所以咱每一个人的生命要更加的丰盛让我们生命带出生命，生命去感染生命带出那个影响力来所以这是在路加福音第1章17节，路加福音第1章第17节，虽然是讲到施洗约翰，但是咱成做基督徒了后，这段圣经是讲给咱所有的基督徒听的，不是讲给施洗约翰听的。因为耶稣离开伊的学生，对到天顶的时阵，伊嘛有讲，伊搁要搁来，对吧？他会再来，所以咱即马是等候耶稣搁再来的时间。所以这段圣经是讲给所有的基督徒听的。咱是行最头伫主的面前的人，阿门嘛。所以咱伫遮自己听上帝的话，就是要明白上帝的作为，以至于我们离开教会之后，我们能够在家庭里面，在生活当中，在你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上帝要我们所行的。所以有人讲，当咱做基督徒一生呢，就会当用2个字来形容咱的一生。第一个字呢，圣经内底安怎讲？你既若着活重担，就近我要互你着安息所以让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安息是做什么？安息就是休困，休困是陪伴，要来去让你的体力能力能够恢复的。所以安息是预备什么？走的，预备做工的。安息是让我们重新得力的，不是嘛？所以咱来到教会，咱伫遮安息是陪伴，人会当出去。所以咱聚会是陪伴什么？陪伴散会人入去咱的厝内底，入去咱的人群当中，入去咱的社区内底所以耶稣嘛安尼来教示咱所以咱来是陪伴去，所以第2个字呢，就是去，就是要来去。所以圣经内底，耶稣对伊的门徒嘛，最后的时阵嘛对伊门徒安尼讲，咱就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咱就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所以万百姓来做学生，为倒位去呢？为倒位去？为咱的教会出去？为倒位去？为咱的厝内底？为倒位去？为咱的职场办公室？为倒位去？为咱的社区内底去招万百姓来做耶稣的学生？所以咱去的时阵呢，有人讲你要带着侍候多4交呢？第1交。你的面皮爱交，面皮爱交，唔惊互拒绝所以我调查一下你是第1代基督徒的，请举手一下。嘛是有啦长老教会当然是好几代的基督徒，但是嘛有第1代基督徒。你想看卖？你今日坐在这，你曾经拒绝过别人多少次？所以咱去的时阵，出去的时阵呢，第1交呢，面皮爱交，唔惊互拒绝。第2交呢是啥物呢？第2交就是咱的肚皮要够厚，巴肚皮爱交所以咱的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宰相肚里能什么？撑船，对吗？宰相肚里能撑船。代表的意义就是咱多包容、多接纳不同人的意见。所以在咱台湾这个土地，咱台湾的社会是多元的社会，包含宗教信仰也是多元的。所以我们能不能接纳不同的
意见跟看法，只是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而已，对吗？他一次拒绝，不代表他永远拒绝。所以咱的巴肚皮爱交，第三交呢是什么呢？又看卖第三交是什么呢？咱的骹豆腐爱交骹豆腐爱交所以咱常常爱规律来为你所关心的人，为你厝内底的人提起伊的名来祈祷。所以伫阮学院内底只要阮伫学习的时阵，阮定定都会为因学生因所关心的人，伫遐为因祈祷，来经历上帝的作为来看上帝安那伫伊的身上来做工，互伊有一天来认捌耶稣所以咱看到讲，咱出去的时阵，咱的骹豆腐爱交，所以咱爱为咱所关心的人，常常伫遐提名代祷第四交呢，顶头嘛有写，就是咱的骹底皮爱交着骹底皮爱交骹底皮爱交福音嘛，绝对不是廉价的福音嘛是遮大的代价。这遮大的代价，什么人予咱呢？什么人偿付了？都是咱的上帝咱的上帝差遣伊的囝儿耶稣来到地上，为全人类付上这样的生命的代价所以福音绝对不是廉价的福音是极大的代价。但是我们也看到，咱嘛看到即摆的基督徒上歹付的代价是啥物？毋是金钱毋是金钱金钱小等的照咱教会流程来跑，小等的咱就奉献，你就备办心所以你为的拉地都银金钱出来奉献金奉献银但是即摆的基督徒叫你去关心人，叫你奉献时间，可能你有遮济理由对吧？所以即摆的基督徒最难付上的代价，不是金钱，是时间，是时间。你愿意为主付上这时间的代价吗？你愿意去做工嘛？所以咱的骹底皮爱交，所以多陪人家走那另外一里路福音是要付上代价的，时间的代价的。所以求主差遣咱出去收伊的庄稼，唔免惊。当咱出去收伊的庄稼的时阵所以你看耶稣伫甲伊门徒对学生安尼讲的时阵，所以耶稣讲了的时阵，耶稣就差遣伊的门徒出去。所以今日你伫遮听道理了，你嘛为教会出去对吧？所以咱出去的时阵是有气力的。我们不是软弱的，我们有时候是懒惰了。歹势教会唔知影什么时阵佫会请我来讲道可能10年以后因为杨牧师伊较早伫永和阮兜住伫中和我拄仔甲伊讲，阮兜有一个亲情伫永和的教会内底伫牧会的教会内底聚会但是王牧师伫永和文化永和教会是嘛无请我讲道呢今日来到跟新德的时阵好不容易请我来，不晓得又再过10几年才会再请我来，所以呢，歹势我今日上了讲台，人家说把讲台当作炮台但是团队的人该讲的还是爱讲，不是吗？还是要讲所以有时候我们只是懒惰了，我们不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咱是有气力的咱有为上帝来气力，所以耶稣
伫甲门徒讲道理了后，你看圣经内底刷了就安尼记载，马上就进入到马太福音第10章的第1节。这不是2段圣经啊，这是一段圣经啊。只是呢，我们后来的圣经学者把它切断了，所以我们读的好像切断了一样，其实没有切断，是继续在发生。所以耶稣讲煞了，就差遣伊的学生来，所以就叫伊的12个学生来，互因有这写信的权来赶著伊，说医好逐样的症头，逐样的病痛。所以咱出去的时阵，是带着上帝的能力的，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把上帝给我们的能力使用出来。上帝开了什么时阵在咱的身上呢？所以唔免惊，上帝嘛差遣信心保惠师甲咱同工。所以《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内底来讲，独信心临到咱的时阵，咱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遍犹太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意思就是讲为他摆上。所以我们有能力上帝开了什么时阵伫咱的身上，就是明白耶稣接受耶稣的时阵。上帝开了就伫咱的身上，所以上帝开了伫咱的身上的时阵，咱来做什么呢？所以搁伫耶路撒冷遍犹太甲撒玛利亚，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一个地形的介绍。犹太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都是上帝的所在，都是圣殿遍犹太就是往那个外邦人的地方然后一直到地极就是从撒玛利亚搭船，然后往西班牙去这是一个地形图，但是也是我们上帝要我们传福音的一个路径，不是吗？所以上帝的心在咱内底，互咱有快乐，所以咱来挖近上帝，所以咱的快乐源源不断的使用出来然后帮助我们，然后从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然后为主摆上，做他的干证做他的见证，为他摆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咱做阵拍拼，受伊的增加，希望主的福音。所以求主来帮助咱，今日听到主的话，咱听道理了，咱来行出来，不是吗？所以我们听到还需要什么？行道。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咱阿头来祈祷。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谢谢主，让我们今早可以在你的圣所来听你自己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在真理当中被你的爱来触摸，以至于我们能够行出神要我们所行的。求主来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但求圣灵你的光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一生能够走在你自己的心意当中，活出神要我们所行的。谢谢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起来领受。愿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行在光中，让我们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所行的。愿圣灵的大能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主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呢也有一点时间了，也请那个茂龙来分享一下他在但以理学院里面所学的那他可以怎么样来激励大家，然后让我们一起在主的禾场上面一起来做工。
啊。那完了之后呢，我们也会来献一首诗歌啊。所以我们现在把时间先交给茂龙。兄弟，大家平安。首先我要感谢吴牧师参教会对阮的鼓励，互阮会当去受单一理学院的训练，互阮学到足侪物件吼。那小弟真欢喜会当伫遮来报告我伫单一理学院即2年的感想。感谢主的恩典，互我有这个机会参加这个训练，互我足侪方面进步拢真侪。即2年的训练呢，其实是无真沉重的升学作业。一礼拜呢，敢若只需要半一天的暗时去上课。那每早起就是有短短读圣经，甲祈祷。但是这本来就是咱基督徒日常生活爱做的代志，敢毋是？只是讲阮学院吼，对读圣经有真好的规划，来帮助学生会当较有系统的来学习圣经，对圣经有较全面的了解。牧师对阮上课的时的教示，互阮会当，譬如讲对带领查经，也是做小组长，也是办复兴性的活动，譬如讲福音茶会，也是直接上街市去传福音，也是对个人的婚姻、家庭的经营的一寡道理，也是对无共款的基督教的宗派的了解，拢有真侪的学习。每早起短短的读圣经，祈祷、讨论、分享，阁有每礼拜日，阮无共，阮的同学逐个伫因的教会听的道，拢会做简单的整理，会 post 伫阮的迄个班级内面迄个内的群组，等于讲逐个拢同看到因教会无共款的教会的正道的分享，所以这是一个 CP 值足悬的一个学习的机会，你同我看到足侪上帝仆人因讲的道理安尼。对足无用的上班的人，像我家己吼，我伫科学园区上班足无用的。但是因为学院的这款的训练的方法，就是用足巧这个方式，互你免开足侪时间，但是你同我学到足侪物件。嘛，因为阮牧师对阮的教示，阁你会拄到足侪真爱主的兄弟，大家拢足谦卑的，所以你若看到真有才情的人，所以伫这个环境内底，就同培养阮较谦卑、较疼人，阁较关心人的一个态度。但以理学院真正袂占咱上班的人吼，过侪时间。但是我拄仔有讲过，就是伊同互你真轻松会当学到足侪圣经的教示，阁你去实行的机会。比如讲，咱传福音的日程，这是阮拄仔林金发牧师有强调，咱爱去传福音。阁有传福音有方法，这个方法伫遮训练了，互阮去传福音真勇敢，真有效果。除了传福音，阁有伫主耶稣教示咱的疼人的大改名顶悬，阮嘛有真侪实行的机会。譬如讲去关心福音的朋友，阁有譬如讲1919是不银行志工的服务吼，再来帮助遮的经济较弱势的家庭，这拢是咱会当去实行咱基督徒的疼人的机会。阮嘛定定有机会同我甲原住民朋友，甲买因的农产品，互因会当伫原住民的部落，伫遐好好同我伫遐发展，就较免因为一寡竞争性社会竞争性的问题，有当会可能会做较无好的头路。所以讲，阮这嘛是阮学院真关心的一部分。这2年的训练阮同学内底嘛有人本来是有人际关系，也是讲事业有困难的。经过这2年的学习，有真侪美好的见证伫阮中间。前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忠谋先生，伊捌讲，伫个册内捌讲过吼，伊讲伊伫 Harvard 学习是一场通带走的演写。我想要讲的是，我伫台艺学院这2年的训练，嘛是我伫天路历程顶悬会当带走的演写。感谢俄罗主，多谢大家。
好，多谢茂龙的分享啊。那接下来我们呢，教会内底有几位伫读汉语的学生哦，咱来献一首诗哦。这首歌的歌名是国语的哦，讲主使我更爱你啊，所以阮要献这首诗呢，给上帝嘛，直接要用这首来表明我们的心志，主使我更爱你。
首诗歌，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宣告，使我们更爱主，也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请三个来吟回应的诗，信诗519首，519首为这个土地阮深深祈祷，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事献的同工。主必听谈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有了你。世间所有的拢是对你所来，拢是属你的。愿将对你所来献予你，用欢喜的心来奉献。愿你甘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真济。接着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陈以礼学院的主日，邀请陈丰荣牧师伫华语礼拜讲道，邱佩瑜技术做见证；林金发牧师伫台语礼拜讲道，邱茂荣兄弟做见证。啊，阁有本会陈以礼学生献诗。感谢。第二点，张敦也神学生本主日伫结束伫公园教会的实习，感谢敦也的美好的服侍。今日下晡5点伫1楼举行欢送餐会，主理是美碧国主理学生甲青年一好一菜自由提供，欢迎兄弟参加。第三点，后礼拜主日2堂礼拜中举行新礼典，请兄弟备办新参加。第4点，礼拜组办理音乐甲理食谱演习课程，欢迎信歌队、敬拜团愿意参与音乐侍奉，以及对乐理有兴趣的兄弟参加。为7月8号到8月19号拢总6届，时间是礼拜六下晡3点半到5点半。这课程讲师是林志杰老师，伊是建华国中的音乐班的老师。课程的免费，报名请教会干事。第5点，赞美操培训的认真课程第一期招生，欢迎爱运动的兄弟参加。为9月2号到10月7号，总共5届，时间是礼拜六早起的9点到11点半。地点伫关心胜利堂，费用是一个人1000，报名请遵矩指示。第6点，儿童赞美操的研习会，主理学赞美操的教学培训课程，欢迎主理学的老师、学生对赞美操运动甲比赛有兴趣的兄弟参加。时间是8月12号的礼拜六早起9点到下晡4点半，伫泸州。费用是一个人1500，报名请遵矩指示。具体消息。第1点，林思婷姊妹，也就是林正奇长老的大汉的查某囝，甲李家勋兄弟7月8号礼拜六下晡2点，伫新竹北门信教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兄弟观礼祝福。第2点，等于离学院桃竹苗区7月8号礼拜六下晡2点到5点。举行毕业典礼，地点伫新竹信教会。本会罗茂荣兄弟是毕业生，请牧师补充报告。今日代表教会来欢迎咱台以礼学院林金华牧师陈丰荣牧师伫咱2堂中间来讲道。第这个主题就是讲。真鼓励咱兄弟姊妹会当来参加咱但以理学院的课程。今日咱有6位穿红衫的，徛伫头前遮献诗，即拢咱教会人安尼，所以咱真欢喜因愿意去受这个训练。佩瑜甲茂荣，而且佫鼓励遮的兄弟姊妹、学弟妹们去学会。我真深的感受就是讲，伊去上课了后，当来非常谦卑，非常愿意服侍。所以拢常常，无需你讲啥，阮就拢听，安尼。你爱阮做啥物代志，我拢会听，安尼互阮会当尽量来配合。这伫过去咱教会中间呢，有一句话讲教会毋是咧看信徒偌济啦，教会主要是看伊个动员的能量有多少，就是讲偌济人去愿意。服侍，偌济人愿意受
切恳出去服侍安尼所以初代教会其实拢是家教会，就是讲伫家庭咧聚会少人尔，但是因的动员能力足强都拢出去传福音，所以会转变整个这欧洲的世界安尼所以呢，这个重要就是咱教会内面有较济，毋是真侪信徒，佫有真侪门徒安尼这个门徒意思就是讲跟对耶稣基督的，然后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代志，然后你要做这个代志，就爱受训练、受操练安尼咱的教会伫这段时间有真侪这样训练的课程所以咱来看这个训练课程安尼真多的时阵，其实拢是我是感受，这是上帝伫咱中间的做工，有真侪人愿意来服侍，所以赞美操赞美操咱鼓励遐的姊妹去跳安尼共同的是讲会当帮助咱的身体柔软度啦、健康。但是当咱开始要这种训练课程的时阵，春菊执事伊就讲我即摆训练了后已经找好，就是讲伫咱隔壁咱的里面活动中心伫遐要照因的所在，开始对社区来开赞美操的课，接触这社区的人所以。真紧或者你来跳然后就带你来咱教会所以咱走出城墙之外就行入到社区的内面所以迄就是讲，愿意有这种动员能力，毋是为着咱家己本身，也是为着福音的工作。那伫咱教会还有真侪这个服侍的这个课程，比如讲咱有一个音乐、乐理、视谱研习课程。我家己本身有一个经验啦，小我用一个时间讲。我真爱唱歌大家拢知影但是过去唱歌就是一个兴趣安尼尔。但是我这几年去唱合唱团了后，较发觉离开音乐离开真正有小可有一个程度迄个说不上啦，有无人唱我足歹听的你讲我做个唱，但我甲这个人做伙唱久了后，我讲较早拢学白话的，拢学白话安尼唱啊无好听无啥物线条，无啥货安尼发声也毋对，拢毋对所以迄个一方面就是爱有训练、有兴趣，佫有热心你才有训练所以就是讲咱你感觉我对音乐真有兴趣你就要来参加是讲我对做音乐像要唱献歌队还是讲咱咧七楼做者兄弟姊妹少年人敬拜三八敬拜团，我嘛真鼓励因来训练。所以袂使评论讲，我都有兴趣都爱唱你你会当服侍的物件，你若无提供佫较好、较进步的物件其实提供出来即个服侍，你拢毋知影讲伫外口会较听，我听足艰苦的安尼所以就讲咱的献歌队，还是讲咱的敬拜团，还是你本身你对音乐有兴趣的你就开始希望会当佫较有明白有这个基础知影即个。音乐是啥物些物件对基本的乐理开始安尼所以鼓励咱兄弟姊妹啦，这个课程非常好所以无论是对有兴趣，还是你音乐服侍献歌队、敬拜团，你拢一定要来参加，安尼才会当互你的服侍提供更较的服侍品质咱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课程所以若是有这个机会时，咱就要把所以。甲今年有真侪这个训练的课程，也是这个专题，拢是过去足想要知影，拢无机会知安尼知了上课了，才知影讲哇，这个会当知影的学习佫较深入的、较宽阔这个学习，拢是非常非常宝贝原来是安尼，原来遐尼好足过去我拢所毋知。第七点伫中间嘛是讲，咱就maybe顾儿童营。咱的教会嘛有这个动员能力所以咱是主办然后邀请各教会、其他的教会来参与这个服侍所以咱有平必久人来遮参观然后暑假时咱办这营会，咱的所定的名额120个已经满安尼所以你就知影讲上帝透过咱会当做去服侍正教会服侍，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代志。所以伫咱教会动员的能力是足强。足多愿意服侍，所以咱若要佫较深入服侍，某一个部分来讲呢，咱希望来当佫较有一寡训练培养，安尼伫咱有兴趣甲热心中间，会当有真好的服侍品质所以今仔日咱特别邀请金华牧师甲丰荣牧师因来，佫有咱的教会大英语理学院
因受训练才会当工咧服侍。哦，我相信咱若搁较侪才会服侍的时阵，训练的时阵，互咱的服侍动员能力有品质，啊，搁有迄强的气力，啊，搁有较侪兄弟姊妹会当诚做最后所祈祷温度吼，安尼，我相信咱教会会当有真大只会作为上帝借过透过咱会当做真正只服侍水的工作。来因祝福提献的诗，信息402首，恳求主领带我脚步，今时线请无事足倒，请起立来吟。站立领受从上头来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交通，时刻临到弟兄姊妹的身上，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灭道散会。伫拜五呢，咱是高雄吴国营徐小阳长老的囝吼，许可望个王玉慈姐妹因的婚礼吼。咱有兄弟姊妹坐去遐来参观，所以非常来恭喜。昨咱嘛有一场吼，王云宏甲许慧潘伫遮结婚典礼，嘛是真侪兄弟姊妹甲因亲友来参加。这个新人呢，尹宏甲伟鹏今天还是来参加礼拜啦吼，他们筹备过成婚礼，处理上无闲吼。但是嘛是搁继续来礼拜，所以他们就坐楼上的地方哈。昨天来无来参加，等一下看到他们吼，再给他们恭喜一下哈。7月8号，还有咱正奇长老的查某囝思婷要伫北门圣教会结婚吼，安尼，所以咱有时间会当去遐参加来贺礼。那7月8号同时间下午也有茂荣他淡义女学院的毕业典礼，所以那是真水的代志安尼。咱若参加咱伫咱就报消息内面咱会当注意这个动态，咱会当去来参观来贺礼。